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4個選修單元醫學物理學嘅第3題選擇題啊。一個超聲波換能器喎，咁設置喺以下嘅圖嘅表示嘅，咁即係話將啲超聲波呢由皮膚就進入去呢個愈合嘅凝膠啦，跟住之後就再入個肌肉啦，跟住之後就再入翻去個肝臟嘅。咁但係呢，其實超聲波呢就係靠佢嘅反彈，OK 嚟測試一下佢嘅厚度啊，例如佢脂肪嘅厚度啊，例如佢肝臟嘅厚度啊，測試一下佢嘅厚度會唔會有所變化？譬如可能會如果係發炎嘅嗰個部分係，如果係發炎嘅，佢可能呢正常地嗰個厚度呢，佢就比正常嗰個厚度厚咗啦。OK，相對地，譬如呢一個係正常嘅厚度，舉例呢 say 係1cm 咁樣啦，正常嘅 OK。咁但係呢，如果呢個部分係發炎嘅，咁佢可能呢就比1cm 厚咗咯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就探測佢厚度呢，從而得知佢究竟有冇其他嘅衍生嘅其他嘅問題啦，嗰個嘅器官有嘅問題啦。好啦，咁呢而家下列呢就有一啲嘅聲阻抗喎，分別係愈合凝膠啦、肌肉啦、肝臟。問你究竟入射超聲波由愈合凝膠進入到肝臟 ，OK， 即係首先經過愈合凝膠啦，去咗肌肉先，跟住入個肝臟，究竟佢個強度嘅比例大概得返幾多成先至係即係入到去呢？咁樣 OK。咁我哋呢就有一條公式嘅，嗰條公式就叫做反射聲強係數，就係將兩層嘅啫嚇，每次處理兩層嘅，上邊呢嗰個叫聲阻抗就係2Z2減2Z1，做下邊呢就係2Z2加2Z1嘅，咁兩個分別係2次方嘅。咁呢個記住啦，係反射嘅聲強嘅係數嚟嘅。簡單講呢，就係佢能夠反射幾多個 percent 就彈翻轉頭。OK， 即係話由舉例啦，由愈合凝膠就進入呢一個嘅肌肉嘅，咁佢呢就有部分呢就會入嘅，但係有部分呢就會彈翻轉頭嘅。咁而呢一個呢，就係講緊反彈翻轉頭嘅部分係幾多，反射翻轉頭嘅部分係幾多 OK， 其他呢，就當然係直入啦。好啦，咁我哋首先處理咗第一層去第二層先，即係由嗰啲超聲波由愈合凝膠進入個肌肉嗰度先。咁好簡單啦，就代啲數字落去就已經 OK 㗎啦。咁即係譬如呢一個係1.71、1.45嘅2次方，再進入去1.71，再加1.45嘅2次方。好啦，發現呢計到出嚟呢，呢個反射聲強係數係6.76乘10嘅負3次方。唔好忘記呢個係反射走嘅，即係彈翻轉頭嘅比例嚟嘅。咁亦即係話進入咁係幾多啊？咁進入呢就好簡單啦，即係將1減翻嗰個 alpha 就係代表進入嘅比例啦。咁即係1減6.76乘10嘅負3次方，亦即係話呢係等同於0.9932。OK， 即係話如果有當咗係1係進入嘅話呢，係有0.9932呢係可以進入得到嗰個嘅肌肉嘅部分嘅，進入得到嗰個肌肉嘅部分嘅。OK， 好啦，其實呢一題呢已經做完㗎啦。點解呢？咁樣，因為呢只會越入呢，佢越進入嘅機率呢就會越少嘅啫。OK。咁但係咧，我見得到個答案咧就係0.9932就已經喺度出現咗啦。咁亦即係話咧，如果再由肌肉進入肝臟嘅話咧，即係由呢一個部分進入第3層叫做肝臟嘅話咧，理論上係會比0.9932咧就會仲少嘅，即係打一個折扣嘅。OK，咁即係話咧一定係會即係成一啲嘅物體啦，令到嗰個數值咧係會細過0.9932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A 㗎啦。但係你唔緊要嘅，你唔相信嘅話咧，可以再代嘅。咁我哋再代都可以試下啫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第一個 alpha 就係1去2啦，即係1去2嘅。第二個 alpha 咧就係由2
即係由肌肉進入肝臟啦。咁亦都係照樣代嘅啫，用翻嗰條公式，我哋將1.71減翻1.65二次方，再1.71加翻1.65嘅二次方。好啦，咁呢個數呢，就係3.189就乘10嘅負4次方。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唔好忘記，我哋係想測試一下進入係幾多個比例啊嘛。咁所以呢，就一減啦，3.189乘10嘅負4次方，即係計到出嚟呢係0.99968嘅。好啦，咁計到出嚟之後，咁點算啊？因為由1進入2呢係會0.993而2進入3呢就有0.99968嘅比例呢係進入嘅。所以由1進2，2進3呢係要將所有嘅呢個0.99932再乘翻0.99968，你就會得到嗰個答案呢係0.99288㗎啦。OK， 所以答案呢就會係 A 啦。所以頭先我哋嘅估算係冇錯㗎，即係話你計到0.9932其實可以收手㗎啦，因為一定係細過0.9932嘅，因為再進入嘅時候呢，佢有啲反彈啊嘛，咁所以呢係一定會細過嘅。OK， 好啦，呢一年呢揀 A 嘅同學仔呢係總共有，哇慘咯，得翻43% 啫，好可能有啲同學仔呢連即係唔識得去升阻抗啊，揾佢嗰個嘅反射升強係數呢，咁就即係已經可能放棄咗啦，咁啊靠估啦咁樣，又或者呢，可能佢揀 D 啦，覺得呢基本上都入唔到去㗎啦咁樣，咁所以呢就揀 D 啦。咁其實相反係應該係調轉嘅。OK， 好，咁希望呢你如果唔明嘅再睇多次呢條片，希望你下次遇到同類型嘅問題你都識得答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，拜拜。